天氣一轉涼啦，連塊面都好現實啦。前排用咗好多護膚品啦，啲皮膚咧都仲係好似好乾掹掹緊咁樣，額頭呢度咧仲要乾到咧甩皮啦，而家搞到好痕啊！跟住我醒起咧，我前排買咗 Dr. Laser 嘅3個補水神器啊！咁首先第一步咧，我就會用最近 hit 到缺貨嘅 Dr. Laser 升級版 Plus 嘅8D 外鼻體玻尿酸無菌原液。咁佢採用咧雙核修護科技啦，一邊係外鼻體可以納米級滲透、極速修復同埋強化肌膚嘅免疫力，另外一邊咧就係8D 嘅玻尿酸啊，可以形成立體嘅保濕膜，層層鎖水，持久潤澤。而且咧佢分子極細啊，穿透力強啊，可以直達真皮層、深層補水，最啱敏感泛紅，可以做到即刻嘅舒緩啦，同埋有時候我哋捱夜咧，佢都可以快速恢復。跟住第二步咧，我就會用呢個高低分子嘅 B5 保濕水凝霜，採用高分子同埋低分子嘅玻尿酸雙重技術。高分子嘅玻尿酸可以滲透我哋嘅真皮層啦，提升我哋肌膚嘅儲水能力；而低分子嘅玻尿酸咧，就係可以喺我哋皮膚表面咧形成一個保護膜啊，就可以防止呢個水分蒸發啊。咁仲加入咗呢個天然植物嘅舒敏配方，可以自動調節我哋嘅保濕值。最後一步咧就好重要啦，我哋平時咧成日都話要補水啦，咁其實補水咧就唔等於儲水，儲水亦都唔等於鎖水喎，所以咧我會用呢一個 Dr. Laser 冇油高純度小分子嘅 B5 面霜啊，滲透力強，可以一次過滿足我哋嘅補水啦、儲水同埋鎖水3個需要，同時咧可以促進我哋嘅膠原蛋白增生，令到肌膚咧有啲彈性啦。咁最重要佢就係冇油嘅配方，質地咧好清爽啊，滋潤得嚟咧又唔會腍。早晚咧輕輕咁樣薄薄搽一陣咧按摩吸收，又或者夜晚黑咧厚敷當睡眠面膜都可以㗎。記住呢個深層補水、表面鎖水、修護滋養嘅步驟，秋冬就算點轉天氣啊，塊面都可以保持水潤健康啦。